伫海洋外远洋的渔船顶悬咧做工，甲台湾人做伙拍拼的一阵足特别的工人。做即个工作是一个帮赞的工作，愿主你的圣神，互陈牧师会通将即个工作的意义，以及上帝你的心意甲计划，祝福即间教会嘛有份伫上帝你的圣工。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互阮受造就，诚做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那阮伫你的面前，将你的教会搁一摆交行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掌权做工，也将陈牧师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互伊有圣神的权柄，也开思会的嘴，互思会所共读的圣经会当亲像圣神的宝剑，来做成就你的工。愿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其他跳掉。麦克风。
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感情人拢着天将，天生徛伫你面前。我的花露世间小事，他们的你相思。上帝讲应伊的心地，咱着敬拜心敬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咱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专念我主宰，咱的这下主啊，我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天开，我兄弟之尊之冠之光。现在，现在，现在，专献光敬拜。愿有感恩吞咽我们的波折江，千千万万天伦，你有老天尊，尊下感谢仰望兄弟。现在，现在，现在，专对我主宰，万民大小的心，老兄弟尊名。现在，现在，现在，这样到万世代，阿三位是福音的主宰。阿门。咱犹原徛伫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纳岛林来受苦，定时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这时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6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
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排泄会写，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咱即时，过来吟圣诗，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坐伫吟全首。我的心是。咱即时三甲额头的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今日所赏赐的恩典，互阮照着主日来亲近你。你是万福的源头，亲近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你伫基督内欢喜将一切美好的恩典赏赐互阮，因为你的应允，不论有偌济，伫基督内面拢是实在的。求主帮助阮的心内存怜悯、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互相帮衬，亲像你赦免阮一样。求你互教会同心合意，希望福音，互阮成做世上的光，光照阮的家庭、社区、公司、学校、城市甲国家。阮是你的使徒。是圣洁蒙恩的人，求你互阮彼此相疼，学习去安慰忧伤的人，扶持软正的人，尽力去做正人的帮衬。求你互阮充满着疼的行动，不断地有需要的所在供应资源，互阮侪侪奉献，叫人照着阮，互阳光归伫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是赞美，请圣歌队。
咱即时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约翰一书第3章16到20节。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即个捌认来，咱也应该替兄弟献性命。人若有世间的财产，看见伊的兄弟欠缺，也无开伊的诛心，上帝的疼太讨有点伫伊啊！细囝，咱着相疼，毋通用话用字，是着用行用信息。对安尼，咱要知咱是出自真实。既若心有所责备咱，要安慰咱的心踮伊的面前，因为上帝比咱的心较大，也无所毋知。正道确实彼此相疼。咱请陈武忠牧师。郑牧师。中职的兄弟，大家平安。大声代表渔民中心、咱德堂教会表示感谢，伫本主日接纳阮渔民中心前来请安报告甲募款。牧师真欢喜，这是我第一摆来到德堂教会，也真欢喜，会当见到较早捌伫新南院教过阮课的郑牧师，我看见伫即个所在。真长的时间，好亲像栽种伫即个所在，甲主同工，也看见因为愿意委身，看来带来即个社区、即个教会，去互人得到的福气，就何等的大！感谢主。我简单小可简介阮渔民中心。阮海湾渔民服务中心是属于咱总会平安基金会7个社福机构属下其中的一个吼。伊对1986年就设立，到如今已经进入第36年啊。阮渔民中心一开始是由即个基督教会赵正义牧师所设立。早前30-40年前，咱台湾的即个国家的邦交因为无真济吼所以当时的基督教会真济兄弟姊妹差不多拢是掠鱼吼碰到即个船难上口是讲碰到即个海事的问题吼，有时政府无法度援助的，需要即个民间的机构，所以伫1986年就设立渔民中心吼，就开始有即个机构，一开始是服务台湾人，了有原住民了有大陆的渔工，即摆大陆渔工嘛拿来少差不多即摆差不多远洋的渔业，远洋渔工差不多拢是对东南亚来，亲像印尼菲律宾是讲越南。甚至即个太平洋的岛国，亲像万纳度斐济坦桑尼亚等等遮吼。远洋即个渔工约差不多2万外人，占咱台湾的外籍移工咱外籍移工一档引进入来，大概约也比疫情之前差不多有70万人啦吼。毋过总是即几档因为疫情，所以有甲减吼。毋过总是伊毋是占咱整体咱台湾的移工的真济吼，伊只有差不多占2万外人尔。虽讲只有2万外人，牧师要讲，伊确实带互咱台湾的即个创造的即个产值吼，是超过咱所想象吼。伊一档的年终产值大概超过400亿吼。若近海个远洋加起来将近800亿。即个远洋渔工是咱真少去接触，真少会当去接触。总是阮渔民中心就是徛伫信仰甲人道关怀长期来关怀遮个渔民渔工。以咱现今台湾的即个社福机构服务的对象来看，阮渔民中心是服务遮个渔民渔工吼，真济拢是外籍的船员。用即摆来看，实在是非常的热门啦吼，毋是最主流的。即摆台湾的即个社福机构上主流的就是老人事工嘛吼，长照2.0、长照事工。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迄个老人化的即个社会，虽然是安尼。台湾的渔业伫2015年吼，伊发生一件事吼，就是咱的渔业，互即个欧盟举黄牌。对迄个时阵，咱才发讲，咱过去咱台湾的渔业吼，我都拢安尼正常。忽然间互举黄牌，才发觉讲，咱台湾的渔获吼，一档掠较济，无法度销去即个欧洲，才发觉讲，哇，代志大条安尼吼。开始咧反省咱台湾的渔业的遮个劳动环境甲人权。
了后，搁伫2020年的9月，搁一摆，互美国即个劳动部第一摆将咱台湾的渔会列名伫去迄个强迫劳动制品清单的内底。哇，嘛是搁一摆吼，咱台湾要卖去即个美国吼，特别是咧做即罐头吼，要卖去嘛，搁受影响。啊，所以对安尼开始足侪人的即个焦点吼，就 focus 咱台湾。哦，啥物血汗渔工啦，等等遮就出来啊吼，啊，所以开始嘛，开始即几冬吼，一直在反省咱台湾真少人去接触的遮远洋籍的渔工吼，阮拢讲叫境外聘雇啦吼，因为伊伫外国去哩，伫外国坐久，有时伊嘛对咱台湾的渔船转来咱高雄的前镇渔港吼，这是咱真好伫接触的一群，按用特别的条例伫遐来聘雇因无是属伫即个劳动部管，伊属伫渔业署管吼。所以远洋条例的迄个聘雇吼，就是用即个来聘雇因。即个嘛，得凸显咱中心长期伫即个关怀渔民渔工即地吼，伊的即个独特性甲重要性。本主日我顺便甲咱做分享吼，就是彼此确实相疼吼。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安尼讲，讲咱着爱尽心尽力尽意疼主你的上帝，也着疼厝边亲像家己。伫本主日，牧师借着机会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来分享上帝话，也分享阮中心为着遮渔民渔工所做遮关怀甲宣教的事工。讲到疼，我相信即个疼是咱信仰当中真要紧的见证吼。核心之一，咱圣经当中讲信望爱吼，疼真要紧。特别今日的经文，特别咱来去读现代中文译本吼。安尼讲吼，讲我们爱不应该只有口头上的爱，必须是真实的爱，用行为证明出来。在提醒咱讲，咱爱相疼吼，毋单只有用嘴讲吼，佮爱有行为。但即段圣经当中讲到讲咱要怎样确实彼此相疼吼。对即段经文当中，牧师提出几点，甲咱做伙来分享。第一，咱要怎样确实彼此相疼，就是第一，咱学习基督的款式。特别伫3章16节，伫遮安尼讲吼，国语版本的圣经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台语版本的圣经讲主怎样疼咱，为咱放杀性命。伫遮讲主耶稣为着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咱通靠着耶稣基督罪得着赦免，并且得着新的活命。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伊提醒咱既然领受耶稣基督即款的恩惠，所以咱嘛爱学习耶稣基督迄个款式去疼人，咱彼此相疼，这个真要紧吼。所以伫另外一位的经文，伫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35节，主耶稣伫特别上天的时，伊捌吩咐伊的学生安尼讲吼，伊讲我想使恁一条新的诫命，叫恁着彼此相疼。我怎样疼恁，恁也着彼此相疼。恁若彼此相疼，众人特别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主耶稣真要紧的吩咐吼，咱拢甲称作大诫命。主耶稣为着咱放杀性命，确实主耶稣用放杀性命疼来疼咱，咱也爱彼此相疼。咱要为着别人来放杀，哇，这实在是无简单吼。这也是无简单的这个信仰的功课。人会当放杀的是啥物？有可能放杀时间。有可能放杀金钱，嘛有可能放杀利益，甚至是牺牲咱家己的权利。毋过重点，若毋是圣神的感动甲帮助，人要为人放杀遮，确实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事。伫佛教的经典有一句话安尼讲吼，讲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若咱看迄种的相片吼，特别是团体照，咱第一个撒开看，第一个找啥？咱找咱家己，这是正常的人即个人吼，拢人性是安尼。特别伫圣经当中，保罗伊对人性有真透彻的即个观察吼。特别伫罗马书第7章18节吼，咱有圣经咱嘛当下显一下，伊讲一句话，伊讲我立志行好，由得我行出来却无由得我，所以我愿意的好，我无去行；我无愿意的歹，我颠倒转去行。即个是咧甲因讲啥物？讲咱人是何等的软弱吼！我感觉伫信仰当中，慢慢牧师嘛去体会，咱人上大的即个有限吼，就是咱知，其实咱无法度去行；咱知，其实咱做袂到吼。咱圣经甲因教讲，咱彼此相疼，
咱爱彼此疗舍，咱爱彼此服侍，彼此相怜悯。但是有时咱知，但咱做袂到。咱若无圣神的帮助，咱人真正是何等的软弱吼！咱知，可是咱做袂出来。求上帝借着圣神降临伫咱的心上，互咱学习天父款式，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这就是牺牲的疼，放杀的疼。其实付出就是一种的放杀吼。你愿意为着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以及咱四周围需要帮忙的人吼，你愿意付出时间来陪伴、来倾听，这就是一种的付出。你愿意付出金钱来支持、来奉献，这嘛是一种的付出。你愿意付出迄个时间、实际行动来参与，这嘛是一种的付出。当咱愿意去付出的时，咱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彼此确实相疼。今日牧师来到咱中间，报告阮中心所从事的遮个事工，请按报告甲募款。你若有感动，为着阮代祷，为着阮来奉献，这嘛是一种的付出。特别迄面事工会当讲是伫咱的台湾的社会当中上边缘化吼。伊个上辛苦，伊个一群上孤单，伊个上无互人知影的一群吼。因为咱要接触因真无容易吼。会当讲是伫咱现今的社会当中真弱势的一群，无互看重。毋过圣经当中有讲一句话吼，这嘛是阮中心一直在鼓励阮的一句经文吼。主耶稣捌安尼讲，讲恁既然做伫一个至微细的一个，就是做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看重伫咱四周围当中遐个需要帮忙的人。因为圣经当中讲，咱做伫遮个人身上，就是做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再来第二，咱要怎样确实彼此相疼？爱求上帝赏赐咱一条怜悯人的心。特别第17节安尼讲，人若有世间的财产，看见伊的兄弟有欠缺，却无开伊的自心，上帝听欠的点伫伊吗？国语版本的圣经安尼讲，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岂能存在他里面呢？伫遮圣经讲讲咱毋但积极爱去学习耶稣基督迄个放杀的疼，反面来看迄个消极的部分，就是讲，当咱每一工，还是讲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咱听去圣经的教导，毋过总是咱只有一直拢是听而已，咱无去行。安尼个最后产生一个结果，就变成咱的生命是好亲像一个无流通的器具共款无流通的即个器皿塌掉的圣经讲塞住怜悯的心就好亲像塌掉的安尼共款弟兄姐，请咱记上帝伊拣选咱拯救咱迄个救恩甲恩典，上帝的计划敢毋是干那停留伫咱的身上，伊毋望咱每一个人好亲像阿伯拉罕共款接着咱即个人。将救恩上帝恩典疼痛留落伫四周围需要帮助甲咱接触遮个人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遮做一个会当祝福别人的器具逐道讲到遮时，我拢用一个比喻毋望咱若敢若诚做亲像即个杯咱遮杯拢一直是承载嘛倒求上帝帮助咱，甲要紧做是一个会流通的即个茶壶共款当咱愿意付出疼。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关怀，上帝伊就哪加添气力伫咱的身上。当咱无去做的时，好亲像塌掉共款，咱是一个无流通的器具。但是当咱反面来看，当咱哪去分享的时咱就会看见上帝恩典一直变落伫咱的身上。毋过总是牧师嘛要讲，人的软弱就是往往只有看见咱家己的需要咱无多看见四周围遐需要。帮忙的兄弟姊妹因的需要所以圣经安尼提醒咱，当咱拆掉迄个怜悯人的心，安尼疼上帝的心就无存在伫咱的内底。反面来讲，当咱愿意甲上帝同工，当咱愿意拍开咱的心胸，当咱愿意分享，愿意提出上帝伊就哪将迄个疼甲负担放伫咱的心内。牧师分享一个实际这是我前当。碰到的一件事我年底时，我拢会伊敲电话，为着阮中心过去奉献
遮个教会，也是讲兄弟姊妹感谢多谢。其中有一位吼，这是即个教会的即个长老吼，伊咧开即个慈善公司，伊每一个月拢会固定由阮中心来奉献吼，所以我会敲电话特别甲多谢安尼。伊的回答我感觉哇，真甘心吼。伊甲牧师安尼讲牧师我只是代替上帝，将伊所交代我的金钱做适当的管理利益，一切拢是上帝的赏赐。牧师听真感动吼，因为企业家还是讲做头家人，有时伊会感觉讲哇，这是我赚的吼，这总是伊讲这是上帝的祝福哦。伊是将上帝赏赐伊交代伊的金钱做适当的管理利益。弟兄姐，当咱明白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恩赐吼，安尼咱就会通甲上帝相甲同工，愿意回应上帝伫咱心中的感动吼。特别伫一位的经文安尼讲吼，伫腓立比书第4章19节安尼讲，咱的上帝的确照伊荣耀的富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互咱所需用的拢得到充足。求上帝帮助咱，当咱愿去拍开咱的心胸，当咱愿意提出愿意去听，愿意去帮赞。安尼，咱就会通经验伫耶稣基督内底迄个荣耀的富有，互咱拢得到充足。过来第三，咱要怎样彼此相听？就是咱爱有实际的行动。特别伫第18节安尼讲，细囝咱相听，毋通用话用指，着用行用诚实。即句话伊毋是否定讲咱是毋是安尼袂当用话语吼来展现咱的疼心吼？会啦吼。当有人艰苦，有人碰到遮个艰苦的代志的时，咱犹原会当用话语来安慰、来鼓励。毋过总是圣经提醒咱，咱毋但干那停留伫即个话语尔吼，安尼会变成一个好亲像有喙无心的宗教的术语而已。咱知影咱实际即个教会生活、团契的生活，咱拢常常会听见兄弟姊妹因碰到的艰难的事，咱拢会真顺喙着讲。替你代祷，替你代祷安尼。毋过实际生活，基督的生活，咱也无替伊代祷，咱安尼就变成一个虚伪的爱。特别有类似的教导伫雅各书第2章15节到16节，安尼讲讲若是兄弟或是姊妹赤身裸体，佮欠用的食物，恁的中间有人对因讲平平安安去，愿恁食得饱，穿得少，却无互因身躯所需要的。安尼有啥物利益？老实讲，有时咱相听却无实际的行动，是因为咱带有迄个错误、迄个期待甲动机吼。咱拢常常感觉，安怎我帮助你，你是毋是嘛爱回馈？安尼才有付费嘛吼。每圣经内中毋是安尼教导，圣经讲咱正手所做毋好，倒手知嘛吼。因为咱的天父上帝拢有伫看吼。所以当咱愿意吼，就是用即种无私不求回报吼。即种的服务，也是讲即种的关怀，即种的疼心来帮忙人的时，安尼这是上帝所疼的吼。即种不求回报吼，有时无法度回馈你，你犹原帮忙伊吼，这阮中心有啦真大的体会啦吼。我要讲一点阮的服务吼，特别阮是伫高雄坚定渔港吼。渔港有分做3类，叫第一类、第2类跟第3类。坚定渔港是属于第1类，因为伊是一个远洋的渔港吼，就是大概头伫咧 CT6大概500吨以上到1200吨才停的，因为伊的深水，伊的迄个水域较深所以有大车船会当停。伫即个所在来的渔港，特别叫做境外评估，就是远洋的渔港吼。甲一般沿近海无共，沿近海的渔港甲一般咱的长江拢是差不多共款吼，差别因只是困伫船仔顶吼，暗时出去作业。隔工下早会转来。毋过远洋即个渔港毋是安尼吼，伊往往停留伫即个渔港吼，拢期间真短，加是整补的时间2礼拜、3礼拜、1个月，因就佫出去啊吼。你若用鱿鱼船仔来讲，伊顶半年伫即个福克兰群岛掠鱿鱼，下半年伫北太平洋掠3肉，真过你半冬就转来一摆。你若掠鲔鱼的吼，哇，就久啊吼，你若像超低温的吼。太平洋也好吼，还是讲印度洋，因一抓出去1冬2冬，才佫有倒转来所以时间真久吼。所以伫来到阮中心使用阮会碰到伊，阮中心有提供一寡服务啦，免费的电脑WiFi 啦，
有卡拉 OK 啦，啊是讲吉他互因弹啦，啊是讲有一寡休闲设施会当伫遐拍球吼。啊，所以一冬来到阮中心大概头有7000到8000名，阮帮着吼。啊，事实上啊，阮甲因帮着的期间真短，啊有可能你今日看到伊后礼拜就出港啊，有可能你搁要看到伊，有可能一冬后、2冬后，嘛有可能伊都袂习惯即个远洋的渔业，太辛苦的，伊会永远无搁来台湾啦吼。啊，嘛有迄个一直阮利用帮助者摆安尼吼，伊对20几岁爱直做到40-50岁嘛有吼。所以渔民中心就是用即种不求回报的服务，一直来服务因吼。老实讲，即种的形态，看我过去在幕会的形态，足大的无共款。较早幕会时，咱帮着兄弟姊妹，后礼拜会搁来嘛，定定来看店嘛。咱较关心的想讲，祈祷了后，还是讲情形安怎吼？咱会一寡回馈嘛。阮有这个渔工却毋是安尼吼。虽然是安尼，渔民中心犹原有一个异常。毋茫诚做即群渔民渔工吼，外籍的船员第二个家，无论伊啥物时阵倒转来坚定渔工吼，高雄渔工。当因需要阮中心协助帮忙的时，无论是薪资的问题、合约的问题，还是讲有任何纠纷，当因需要阮帮衬的时，阮就是用即种不求回报的信念，尽力来帮衬因、协助因所碰到的困难啦吼。因为阮中心有一名的即个印尼籍的同业，也有一名即个菲律宾的同业吼。其实若需要其他的，阮拢会叫啊，亲像缅甸啦、越南啦吼，阮拢会叫哈。所以当因需要帮忙的时，阮会尽力来协助因。我来讲一个伫1-2冬前碰到的个案吼。伊是一名即个游钓船，就是掠鱿鱼的远洋籍的渔工吼，伊叫保面，是印尼籍的渔工。伊伫即个北太平洋散卖时，工作的时骹受伤，所以转来时，即个中介就有甲带伊互看。但是一直拢无好吼。所以停留3礼拜了，人要过去福克兰群岛掠鱿鱼啊吼。所以伊嘛无倒伫船仔顶啊，人船仔要开出去啊。所以不得就爱甲送转去安尼。所以伊合约还袂到。船东就甲伊讲我无扣你的违约金吼，嘛无甲你收机票钱，就甲你送转去。伊得要用送转去，进前一工来到阮办公室，阮中心找求协助。咱知即2冬印尼的疫情嘛真严重啊，所以伊感觉伊若倒转去遐嘛袂受到啥物款好的治疗啦。远洋即个渔工伊有保2种险，一种叫做医疗险，一种叫做身故险。医疗险就是30万，身故险就是过身是850万，所以其实会当伫台湾治疗。所以阮就替伊敲通电话甲中介讲吼，阮就讲即个渔工吼，伊骹都还袂好诶，无你着互伊伫台湾治疗好，甲送转去安尼咯。即个雇主嘛真好啦，伊讲好啊，无搁互伊做手术安尼。所以后来伫小港病院伫遐搁有做一个清创手术，大概约伫停留伫台湾搁差不多3礼拜。伫即3礼拜中间，阮就是定定去甲伊看吼。伊出院了，伊就住伫迄个旅社。伊虽讲伊是穆斯林吼，伊嘛知影阮是基督教的机构。阮就定定去甲看，摕物件去甲看，甲问阮会好无吼。甚至阮嘛替伊祈祷。其实伊嘛无排斥啊，伊感觉其实我感觉超越宗教是啥？当你用实际行动，你甲关心、伊甲关怀、伊甲看顾的时，其实伊袂去讲你是基督教，啥物，也是讲穆斯林的吼，伊会感觉你是好人所以阮每一摆去拢替伊祈祷，伊也真欢喜吼。所以伫伊要离开台湾的时，进前一工来到阮中心，伊甲阮说多谢，伊讲真多谢即个。伫台湾有一个专门服务即个外籍船员的即个机构，接到恁的服务，互阮感受到台湾人对因的疼，也真多谢阮对因的即个关心。阮就是用即种不求回报的服务，亲像哥林多前书第3章保罗伊讲一句话吼，伊讲伊栽种保罗灌压，独独上帝互伊大长。阮就是用即种野种的态度心态来服务遮个外籍的船员，不求回报的爱。对因来亚乐，通过即个服务关怀来亚乐疼的种子。虽然甲因相处的时间真短，毋过总是阮相信，才着服务、关怀、协助，互因会通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我嘛确信有一天，当因碰到困难，当人因传福音的时，迄个时阵福音的种子也的确会当不易开花大长。最后我来讲一点咱台湾的渔业咱台湾的渔业特别是远洋的渔业，
按世界的统计吼，咱台湾排名第3。因为远洋这个鱼船啊，大概有1400只吼，非常的多吼。即摆有按算要减船啦吼，因为即摆海即个资源嘛那少吼，啊，所以伊一年的总产值远洋的吼，大概头400亿。啊，咱台湾人即摆参与即个远洋的渔工吼，愿意去参与的哪少啊？这嘛是远洋渔业一个足大的危机断层。一只船啊，顶面往往只有干部是咱台湾人。迄个船长台湾人，啊大副啊台湾人，大车台湾人，啊剩的拢是外籍的。啊，即摆毋但安尼个哪少啊？即摆船长是大陆人，啊即个大车大陆人，啊大副毋是菲律宾的，啊无印尼的，啊甚至是规只拢是外籍的船员啦吼。剩投资的是即个台湾人利益，啊这是台湾远洋渔业一个足大的危机啦吼。台湾的即个远洋的渔工分做2种吼，一种叫境内评估，啊一种叫境外评估。啊，其实境内评估伊的保障是较好吼。差别是伊，咱会感觉讲哇，渔工哪会困伫咧船仔顶？啊，其实因有因的作业形态啦吼，伊嘛是咱困伫迄个陆地吼。啊，毋过总是远洋即个渔工因碰到困难吼。第一。因无受即个劳基法的保障吼，伊属即个渔业主管无属劳动部吼，所以因无劳健保，因只有保即个医疗险甲身躯险100万。过来第二，因往往因的工时拢伤过长，因无咧讲工作几点钟吼，照即个188ILA 即个国际公约的规范讲，一工至少爱有休困10点钟啦。所以因一工往往差不多做到12到15点钟吼，这是做咱足歹想象。过来第三，因低薪吼。7月进前吼，渔业署还未调整，就是一个月450块美金。第下这咱算讲下450块美金偌济？那这种工课你敢要去做？7月了后，伊调美金550块。当然，你若老船员嘛有600嘛有700的吼。过来第四，远洋的渔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甲工作环境。这是咱伫陆地当中，咱真学得去了解。咱这样课下班了，咱会当四界去吼。毋过远洋这渔工困这样课，吃喝拉撒所用伫迄只船仔顶面吼。所以因是踮伫一个高压力、高风险吼的即个环境，因的几个特色就是辛苦、危险、孤单、就医困难。伫船顶，咱上伫船顶敢有 WiFi？ 无啦吼，所以伫起哩吼，伊甲因兜人就无法度联络啦。唯一的就是卫星电话，但是卫星电话足贵啊。我要处理即个远洋即个渔工的问题，要敲一通电话去哩即个船仔顶，我敢若敲3分钟尔，电话钱偌济，你有看会到袂？电话钱后个月来3000几箍啦，我惊倒人啊！所以即摆政府开始咧推迄个 WiFi， WiFi 船仔顶会当有 WiFi， 但是即个高频卫星非常的贵吼，伊一个月。敢若设备费莫讲，敢若伊的通信费一个月是美金2000块，安尼一档偌济？到要60-70万嘛。所以这就是还佫有一段路爱行。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即个远洋的渔工要较人性化，就是你爱有 WiFi， 就是减缩低人甲人的迄个距离。无伊迄船仔一开出去吼，迄真有与世隔绝吼。发生啥物代志，大家拢毋知影呢，所以定定有迄种啥物，迄种纠纷走出来吼。最后。咱来看有一个即个阮中心的影片吼，短只有3分钟，咱做来看，介绍阮中心所做的即个事工。这是坚定渔港吼，大概约差有400几只的船啊。伫遮远洋渔工上济也是印尼的，有差不多6-7成。第二济差不多是迄个菲律宾。阮每一年的6月到12月，拢有因办迄个大型的即个暗会吼，活动。这是阮中心的办公室。这是外籍的船员来阮中心使用这设备吼。通过网络、通过电脑，甲因兜的人来报平安。还有一寡休闲设施，像荡球啊、投篮机啊，还是讲羽毛球，拢有。
我嘛到伫迄个延近海渔港，嘛是去做一寡全力宣导哦，亲像新打港、蚵仔寮渔港、中文渔港，还是讲咸埔啊、东港，我拢有去。甚至有伊讲住院受伤，我嘛是到伫病院甲伊关怀。也是讲有犯刑案的，阮到伫迄个高二监伫遐来探访因。啊，即几档我嘛办一寡新住民的二代迄个统一的迄个课程培力。我嘛定期为因办义诊甲义检。我每一年下年底到10月到12月，拢有因募集二手冬衣啊，因为来到咱台湾寒人真寒，啊，这圣诞节的时阵到伫港区报佳音。即过是捌有迄个印尼籍的即船员啊，伊是基督徒，接着阮中心伫课工这段时间拢接着阮中心伫遐聚会。Thank you for the jacket. Thank you for giving this glove. Run Puma. Thank you for the love. The jacke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good. Sama. Yes, terima kasih.搁一摆呼吁咱教会兄弟，邀请恁教会做伙来关心即群离开因的故乡，来到咱台湾的渔船顶面，伫遐来付出因的迄个劳力为着咱台湾远洋渔业来贡献的船员，接着本主日渔民中心前来请安报告，嘛互咱众兄弟知影，伫咱长乐教会有一个专门服务渔民渔工的即个社福机构。这嘛得表明咱长乐教会是一个看重伫咱社会当中对无共款的族群用多元性来服务甲关怀的信仰团体。虽然因无有马上的实质的回馈，毋过就好亲像咱台湾基督长乐教会信仰个别当中一句话安尼讲，伊讲教会是普世，佮定根伫本地，也认同所有的住民。兄弟，你有相信即群外籍的渔工嘛是上帝所疼？虽然因真短期停留伫咱台湾。毋过当因需要帮忙，当因需要协助的时，需要咱的大岛关心。渔民中心全一个东港总共有5位，一年的经费约拢需要500几万。除了平安基金会的补助以外，其余的拢差不多需要牧师到各教会报告请安募款。搁一摆感谢咱教会伫本主日接纳阮渔民中心前来请安报告甲募款。除了募款以外，牧师也欢喜咱众兄弟有阮大岛。阮毋是教会，阮是一个机构若无正教会有阮大岛，阮所做实在是真有限愿上帝加添气力，伫伊的教会甲众兄弟身上，互恁有气力来为主做美好的工，也接着恁的关心大岛甲奉献甲阮所甲东港伫即群需要帮忙的遮个境外骗国的遮个远洋籍渔工的顶面，接着咱甲东港。付出关怀大岛，互因会当感受到咱台湾人的疼，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愿咱用安尼做伙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教示，甲款式做伙来学习、确实彼此相疼。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用你的话语来鼓励阮。主啊，是啦，有时阮知，却是阮无开来去行。求你显示圣神帮助阮，互阮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
愿意付出用家己身躯诚做阮的救赎。主啊，互阮通倚靠耶稣基督，阮得到新的活命甲快乐。主伫今主日，主你搁一摆接到迄面中心的事工的报告。主啊，互阮知影，伫阮台湾有一群境外骗国的遮个远洋籍的渔工，是阮真恶得去接触的。主啊，你伫36当前设立渔民中心，主啊，你着看见即群非常辛苦伫海上作业的遮渔民渔工。主啊，愿你会听即个时阵充满伫阮在座众兄弟的心上。主啊，接着因的大道，接着因的付出，接着因的奉献，甲阮渔民中心所有3个同工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听，因为主你永远讲，既然做伫姊妹世一个，就是做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你将即款的负担放伫阮的内底，也是坐行动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听。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263首，至圣的天父，求你按落听。至圣的天父，求你按落听。所相信，那是阮所听。
请坐。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是一个特别的讲台，特别的礼拜。但牧师带予咱一个真宝贝的信息，就是鼓励咱参与一项咱家己手无法度来参与的宣教的事工。阮有时阵是一个真重要受咱应该会当通过福音甲教会的存在来受照顾的一群人，也愿咱台湾的教会会当好款待出外人，无论是即个远洋的渔工，也是讲咱台湾咱所讲的移工，因来到台湾照顾咱台湾的一寡家庭，甚至咱身边的长辈士大人。所以兄弟姊妹，即个工作毋是咱亲自参与，但是今仔日陈牧师所予咱的信息，通过短3分钟的影片。望咱有份伫上帝的圣工，愿圣神感动咱，咱也有感动的人，咱做伙用咱的祈祷，用咱的奉献，互总会即个国际远洋关怀中心，伊会当关心遮个出外人，愿主祝福咱手所做，咱来同心来准备心奉献。咱做伙起立吟向奉献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伫咱行平安礼时，咱用这条诗歌来成做咱的祈祷。无论是伫网络顶悬，甲咱做伙做礼拜，或者咱在座兄弟，愿主耶稣的疼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同心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主耶稣，你的疼何等宝贝！你的疼是一个神圣的画面，不断伫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家庭以及你的教会。通过今仔日你的罗卜，但武将牧师甲阮讲彼此相疼。愿你互阮知影，疼毋是干那出伫言语，疼嘛毋是干那伫阮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会这个家庭。愿主你的疼，互每一个需要疼来怜悯的人。今仔日阮特别为着
台湾渔业咧帮助的国外遮的外籍的船员，因为着因的家庭经济，拼命伫渔船顶悬受苦，趁钱，通互因的家庭得到帮助。主恳求你通过台湾正教会同心的关心，互渔民服务中心，亲像主耶稣基督所讲，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所交托，迄个客栈，主当这出外人来到台湾的时，求主你互台湾伸出双手，来陪伴因，来照顾因。就伫这个世间有真侪孤单的人，当阮来唱耶稣听你的时，主恳求你的听，就进入人的心，互人忽然就因为你的听而怜悯，生命中充满充足的盼望。使阮伫你的圣殿为着伫逐所在做伙同心敬拜。世间的基督徒，愿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听来丰富基督徒的心胸。愿你的听，亲像活水，满满伫人的生命中间，互人伊就满足，所以无搁再看入家己的需要，是一个有能力通分享、帮助人民人的生命。主耶稣听阮的祈祷，互这条歌真侪祝福，祝福阮家己，也祝福别人。阮特别为着阮的士大人以及教会中间身躯欠安的人，献上阮的祈祷。愿你的听，带来医治。带来幸福甲喜乐。主耶稣，阮感谢你。当阮也毋知也袂捌你的时，你已经听阮。主耶稣，阮感谢你。现在咱甲咱身边的人，甲伊讲耶稣听你，咱来领受主耶稣会听。感谢上帝，互咱的疫情渐渐咧过，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最后，咱要开始进入一个常态生活，来迎接一个新的阶段的生活。愿主耶稣伊的稳定甲伊的保护来帮助咱。咱今仔真欢喜有毋知可能是妈妈甲孩子吼，真欢迎吼一个两姐妹啊，一个洪弟兄啊，因今仔对大家来咱中间做伙做礼拜，咱欢迎因甲咱做伙吼，伫做伙听的中间。感谢主啊！上帝要互咱的教会开始进入一个常态的生活吼。啊，咱举起祈祷的手，甲祝福的手，咱宣告上帝所开的门啊，对今仔日开始稳定满满吼。咱嘛真欢喜，真侪兄弟啊，咱真紧听到咱讲8月要恢复主日学啊，恢复圣歌队啊，咱的教会就真紧就进入到常态预备吼。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无论是伫网络顶悬伫实体的礼拜，拢会通同心领受上帝的听。啊，代表教会甲陈牧师说多谢。啊，陈牧师对高雄来是一个我的故乡吼，前镇就是我家己成长的所在啊，其后前镇甲高雄啊，所以我深深知影即个渔港甲台湾即个远洋渔船啊，咱中间迄个俊辉吼。俊辉其实因爸爸较早嘛是投资即个远洋渔船，咱就知影吼。望上帝互咱台湾人会当好款待出外人。啊，陈牧师咧做的工作是一个足困难的工作。哎呀，望咱的奉献
会当成做因担保担保的帮伞。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着今仔日生日的人，咱来祝福因。你来，耶稣听你，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用稳定的油来祝福因。愿既然圣经中间所讲，上帝你用油抹伫阮的头壳顶，互阮的福杯满溢。所以说，这代表一个记号，因为你不但用油，你嘛用你的宝血来吸引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阮亲切知影，这毋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这是一个对心中深深的祝福。所以说，阮用阮的灵来领受主你对天灵来的祝福。阮将所有今仔日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也需要上帝你稳定充满的阮的兄弟姊妹，是无论伫现场，无论伫线上做礼拜。愿主你用你稳定的油填满伫因生命杯，就亲像今仔日牧师所讲的信息，因不但因的杯得到充满，因的生命嘛要亲像地果甲杯共款，因的杯得到充满，福杯满溢，因的人生嘛要请做手旁救恩的杯，会当添互人迄个丰盛满满的地果。主啊，求你祝福阮在座兄弟姊妹，特别这两个细囝。因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无论阮伫人生心中的阶段，主你稳定的手无离开因，互因伫过来的一年，每一日，上帝你充充足足的稳定，就带因行人生的道路。主，互因出入平安，互因恩上加恩。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祝福恁，填满恁生命的杯。听听，好棒！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这是咱来看周报，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日早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青少客聚会。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光服侍后礼拜诗会，陈美秀执事、苏琴、刘玉明先生、苏宪、张世昌、吴素基执事。招待第一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看。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欢迎总会所属渔民服务中心陈武忠牧师莅临正道甲分享，互咱做伙参与一件咱袂当亲身服侍的宣教，用代祷甲奉献，求上帝祝福这宣教甲关怀事工。第二，亲爱兄弟平安，主日礼拜甲主日学已经恢复正常聚会，但是依然有保留网络直播，和远方的兄弟参与礼拜。若是你身体无爽快，请注意照顾家己，愿上帝保守你。第三，生日敬亲生育，庄彦昭、庄碧豪、林月丽、陈华、洪承业、洪雅敏、林秋杰、严尚时、陈世恩、陈尚德、郑建立、林建勇、庄成勋。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出入再过价反映。大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体欠安丁丽华、钟岩、詹达、庄仁聚、黄宏仁、郭陈秀霞，以及为教会所有的时代健康平安大祷。
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为着升学代祷。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一集都可打赢。咱即是做伙起立来吟上映的诗歌510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看顾，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来到闭会。